老台语讲新闻，世界大小事拢捌招闻。讲新闻老台语，国内外大小事咱尾头来讲起。讲到明仔载就是元宵，传说是2000年前东汉明帝提倡佛教，下令正月15都爱点灯敬佛。古早人讲是上元节，嘛有一寡传统的民间风俗，像讲的食圆仔、看花灯、摇米彩、放天灯。若讲到天灯，北部有冰溪天灯，台南有蜂仔炮，台东有邯郸爷，偏湖有乞龟。另外，传说嘛有一寡民间禁忌。讲新闻老台语，时间到主播陈英伟。讲新闻老台语，国内外大小事咱尾头来讲起。大家好，我是陈英伟。这礼拜啦，就是这元宵节啦。你敢知这元宵节有一寡传统的风俗，嘛有一寡禁忌。今仔日老台语讲新闻，带大家做伙来了解。第一条图咱来看卖，讲到这元宵节啦，有一寡传统的风俗。第一个就是大家拢知影，元宵节爱食这圆仔。为什么呢？这圆仔圆代表团圆，代表圆满，嘛代表幸福美满。第二个来看卖，就是在点灯。为什么点灯？点灯音甲这添灯的音。是真小成，就代表保庇大家会当生囝，会当保平安。第三个就是爱走桥祈求健康。另外呢，买摇白菜，为什么要摇白菜呢？因为在元宵节内底，除了是一个传统的活动以外，其实嘛会当增加智慧。好，接下来看卖，其实元宵节全台湾无共款的所在，冇举办无共款的活动，就是北天灯、南炮炮。为什么在平溪所在爱放天灯呢？因为传说讲过去在平溪这个所在有土匪出来，在地民众。就会放这个天灯，甲大家讲土匪来啊，爱赶紧逃走，好土匪走啊，会当转来厝内底啊。所以呢，了后大家就会伫顶面写这个愿望，嘛代表会当实现。来看卖蓝炮炮，为什么要放炮炮呢？因为伫台南过去这个所在有传出这疫情，有这瘟疫，所以大家都祈求这上帝讲会当保庇大家拢总平安。所以伫上帝讲出来的时阵，出巡的时阵，大家都放这炮啊，了后呢，这瘟疫真正赶走啊。第三来看卖台东有这炮炸邯郸爷，这邯郸爷就是财神爷的意思。这财神爷呢是真惊寒，所以大家都放这炮啊，可以变得较温暖。炮啊，若是愈来愈旺，就代表财运卖愈来愈旺。上尾一来看卖这偏河有这乞龟，就代表出海时阵会当保庇大家拢总平安倒转来。接下来看卖就是这元宵节，有一寡传统的禁忌。第一个禁忌就是迄天袂当相拍，袂当冤家。为什么呢？若是迄天冤家，就代表今年无这好的运势。继续来看卖第二个，就是袂当加头毛。为什么袂当加头毛呢？因为头毛的这发甲发财发因是真小成，若是迄天加头毛，就代表甲这好运隆重加掉。好来看卖，就是迄天嘛袂当穿黑色啊个白色衫，因为迄天是欢喜的日子。若是穿这黑色啊个白色衫，就代表无好的运势。来看卖，迄天嘛袂当杀生，因为血光之灾；迄天嘛袂当借钱，因为代表甲好运隆重借出去。好，接下来看卖，拄则讲到这元宵节有摇白菜，其实台语嘛一款摇白菜活动。第一来看卖摇白菜，这阿兄徛楼顶，这是啥物款的意思？原来就是阿兄就是哥哥。高高在上，另外呢有草饼，意思就是讲较好压起来，意思就是讲好压意思。第三来看卖，就是必花必中，意思就是讲完全拢对啊，就是无唔对的意思。第四来看卖，就是搬歹脚，搬歹脚会创啥呢？搬歹脚就一定会赢，意思就是袂输的意思。好来看卖，这老人食麻油，这老食麻油安怎会热会热，老热就变做老热的意思。来看卖这臭头包包主要就是为了防这风神，了较紧呢就变做风神。好，接下来看卖就是餐场起庙，意思就是正经。上尾一个就是碰糖无洗手，意思就是讲真亲密的意思。好，这就是一寡台语的摇白菜，提供给大家做回来参考，嘛提早祝大家元宵节快乐。这就是今仔日老台语讲新闻的时间。